黃毓民議員，主席，我一陣間咧就會就呢、個即係第一項嘅合併辯論，即係你嘅新猷咧，將佢分5組係咪？同呢個施政報告比照，你都好多新猷嘅。不過我都好同情你，你而家要承擔咁大嘅壓力係嘛？又要諗下計咩時候先至去剪，而家你又唔夠膽剪啊！俾個天你做膽，你唔夠膽剪。呢一個部分大家都可以發言嘅。嗱，王國興做咗一個良好嘅示範 ，OK？ 你哋呢班就鵪鶉食晒啞藥，起碼佢都大聲講下，講15分鐘啦，係咪？咁點解你唔講得咧？佢可以講得，點解你唔講得咧？喂，呢個總目23一路數落嚟，呢一紮嘢唔講得㗎，納入附表，係咪？呢個納入唔講得㗎，唔講得就唔使排呢個程序啦，係咪？做咩議員啊？納入點解啊？冇呢個納入點解下一個程序啊？點解你唔講啊？學無術啦，係咪先？點解唔講得啊？講嘅人就叫拉布，重複講叫拉布。呢一個附表納入附表嘅呢度有總共有幾多啊？醫療輔助隊、審計處、政府統計處、民眾安全服務處、政府化驗所、雜項服務、申訴專員公署、退休金、選舉事務處、政府飛行服務隊、香港天文台、工業貿易處，仲有轉撥至各基金嘅款項，仲有庫務處，點解唔講得啊？冇一條識講，冇一條有準備，做咩議員啊？返屋企瞓覺，點人？主席。收咗會都唔得。梁國雄議員，而家呢個依然都係會議廳，依然都係會議廳。梁國雄議員，黃毓民議員，主席，立法會議員嘅權力喺基本法第73條講得好清楚。你將佢即係總括，你可以將佢分成幾項嘅。第一係立法權，但係好多時只係就政府提出嘅法案投贊成、反對或者棄權。議員要投出私人條例草案，又要受基本法嘅限制，仲要分組投票。呢個立法權已經係形同虛設。擺喺基本法第73條第一項就係講預算權，批准呢個財政預算案、審核財政預算案。所以呢個係立法會議員一個好重要嘅權力，尤其是今天嘅立法機關。而家我哋呢個立法機關，當然我哋仲有同意權添。對於官員任免我就冇同意權，但係對於大法官、對於法官嘅任免呢度要行使同意權。立法權、預算權、同意權，仲有一個質詢權，質詢政府嘅施政。你冇得嫌佢囉嗦、冗長、無聊，呢個係立法會議員嘅天職嚟嘅。仲有一項叫彈劾權，就彈劾你唔到，一係彈劾行政長官。好清楚嘅，你作為議長，呢一個總目14納入附表，點解不可討論啊？點解不能重複討論啊？好簡單啦，如果正話幾位重複發言嘅議員，唔好針對一項重複總目裏邊，即係話喺呢個14個總目裏邊，你每項講15分鐘都有排講啦。你唔係預咗人哋可以講嘅咩？拉咩布啊？呢啲叫做？請問，如果你預70個議員，就每一個總目都發言一次，又好稱職講15分鐘，冇拉布，冇重複講，你同我乘下。14個總目乘14分鐘，再乘69人，係幾多時間？浪費幾多公帑啊？黃國興，話你有幾交你就有幾交，有幾 seven 你就有幾 seven， 咁又浪費幾多公帑啊？係咪理論上係可以咁樣做啊？尊貴嘅主席，尊貴嘅主席，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呢70個議員，除咗你老人家，69個都可以發言，又可以唔發言。咁我哋尊重佢唔發言，最多佢接受人哋嘅批評，話佢唔應該攞呢8萬7蚊人工，係咪？
但係發言嘅議員點樣叫拉布啊？根據你嘅判斷，呢啲叫拉布，所以俾你擺喺金鉸剪，明明係講大話嗰把係金鉸剪嚟咩？金做嘅咩？我一係唔講嘢嘅啫，我話俾你聽，係咪啊？我睇上邊慢喺度睇，咪慢慢咯，係咪？14個總目我都預嗱，我冇講晒嘅，你唔好話我拉布，我有準備嘅，阿哥，我係講申訴專員公署，我係講審計署，我講政府飛行服務隊，係咪？我揀幾個嚟講嘅咋，拉咩布啊？我認為要納入附表，大部分我都贊成㗎啦，呢14個總目，係咪？但係有啲我要提出一啲意見，咁點解唔得啊？點樣浪費公帑幾多個鐘頭啊？200幾萬啊？咩概念啊？你唔好話而家高鐵延誤工程可能要揞多幾百億，嗰啲唔係公帑啊？嗰個咩概念啊？又可以攞黃國興攞嚟比較下啦，係咪？嗰個阿婆話你係個西門出嚟嘅，你大啲啊？咁係咪？大家同一個西門出嚟嘅，係咪？你又唔幫下啲阿婆？全民退休保障，你有老豆老母生人哋冇啊？講嘢佢可以講，你又俾佢講15分鐘，係咪嚟批判嗰啲所謂拉布嘅議員？你都要俾我15分鐘回應翻佢嘅，係咪？立法會議員即司預算權、立法權、同意權、質詢權、彈劾權有5個權嘅，唔講你都可能唔知啊。黃國興講下講，係咪？小弟就滾瓜爛熟㗎啦，對於呢啲立法權，尤其是呢個立法權係細到掣肘嘅，我哋只能夠喺個夾縫中，喺個罅隙嗰度去盡一個民意代表嘅責任啫嘛。而家係有咩問題啊？即使係拉布，所謂拉布也者，只係延長嗰個開會嘅時間，係咪？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嗰個會議嘅內容，甚至乎對政府構成一個壓力。喂，呢個係世界通用嘅做法嚟㗎，呢個係議事規則容許㗎嘛，哥。你都刪咗梁國雄900幾項修訂啦，啱唔啱啊？900幾項，係咪先？你都刪咗佢啦，你都用你嘅權，係咪？有冇呢個權啫？有得拗啊！真係，我今日寫咗篇文，你睇下啦，《太陽報》係咪？就係批判你㗎啦，刪嗰個議題好簡單，就係話你削權。黃毓民議員，你削減呢個預算，我係即係根本就係濫權。我話俾你聽啊，越權係咪？我有權講㗎，你冇得辯駁㗎。你而家做主席，你唔係同我辯論啊？黃毓民議員，你叫我返回正題就得。你不能喺個會議廳裏邊就我嘅裁決。你叫我返回正題就得，主席。我而家返回正題。如果你再離題，我停止你發言。停咩止我發言啫？我而家有得罪你咩？係因為得罪你停止發言，定係因為我離題嚟停止發言呢？黃毓民議員立即翻嚟辯論嘅議題。即係唔可以講主席刪呢個梁國雄嗰個修正案 ，OK 唔講。我又唔想即係因小失大，所以有時做人都好慘嘅，要委屈求全。講翻轉頭，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喺我哋呢個議事廳裏邊，有69個議員，除咗你老人家要主持會議之外，有咩理由就呢個總目即係？第一組合併辯論總目11，即係呢度總目咁多個14個冇人講嘢嘅咧，係咪？而可以講嘢嗰啲又重複講嘢嗰啲嘢，嗰啲人就俾人鬧嘅咧？你解俾我聽，點解你要咁樣？即係你點樣要合併辯論整呢14個擺喺第一個部分入俾大家去發言咧？係嘛？理論上大家都要發言㗎嘛，主席唔夠人。黃毓民議員，主席叫佢哋早啲翻嚟，咪唔使嘥時間咯。你成日講嘅，運用你嘅影響力。嗱，關於呢個即係第一項嘅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嘅14個總目，嗱，黃國興又走咗，佢成日喺度講時間啊，唔好意思，你要俾少少時間我回應佢嘅 ，OK？ 佢話浪費公帑已經255萬啦。咁我就想話俾佢聽咧，我哋有69個議員可以就呢一個第一個合併辯論14個總目發言嘅，每一個人講15分鐘，就差唔多1000分鐘，再乘14個總目就14000分鐘。咁你同我除下60分鐘一個鐘頭幾多個鐘頭？
好清楚嘅，理論上係可以咁樣發生嘅，主席啱唔啱啊？不過按照過去嘅習慣，喺呢一個即係所謂沒有修正案嘅附表，因為冇人提修正案，咁於是就即係冇咗個辯論嘅空間，咁於是發言嘅人相對就比較少，就唔等於係唔可以發言。係咪？所以呢個必須要搞清楚。佢話要講俾全香港市民聽。嗱，如果有睇緊電視嗰啲人咧，我諗聽我講嘅多過聽佢講㗎啦。因為我哋講嘅好合邏輯、有道理，唔係同你鬥大聲，係咪？唔係俾你喺度偷換概念，可以欺騙啲市民，係咪？大家會睇嘅，點解坐喺度唔開會咧？點解坐喺度唔講嘢咧？開會就係講嘢㗎啦嘛。咩叫會議啊？2人、3人以上循一定規則研究事理解決問題，呢個就叫會議啦。啱唔啱啊，主席？一個人就叫自言自語，2個人就叫 dialogue 對話，3個人循一定程序研究事理解決問題，此為之會議。喂，呢度69人嘅，唔講嘢，食啞藥，但又唔俾人哋講嘢，人哋講嘢就話人哋拉布。係咪？拉咩布啫？我同你解釋咗啦。我而家就呢個14個總目，我都係揀3個嚟講嘅啫嘛。嗱，所以咧唔好混淆視聽，係咪？唔好話擺呢啲嘢，你又俾佢擺冇所謂。我就比較寬容啲嘅，係咪？唔需要你老人家話啊，而家代表係拉布啊，李慧瓊都俾佢擺，冇所謂。呢個明日之星就嚟做民建聯主席㗎啦，係嘛？就嚟做特首都未定，俾佢擺冇所謂，大家鬥做。黃議員唔好離題啦。而家講翻正題咯，仲有幾分鐘，又好似唔夠人啦，主席。多謝主席，黃國興議員，你唔好出去啊！出去我又點人㗎啦 ，OK？ 你一出去我一唔夠人我又點人㗎啦。我係你講就得，我坐喺度聽你講，係咪？話俾你聽，萬幾分鐘嘅，如果每人就呢14個總目講15分鐘，乘以69，係咪？就真係浪費好多公帑啊，係咪？主席，嗱我翻正題啦嚇，總目14個，我而家講第一個先。就總目114申訴專員公署同埋呢個審計署，我都要講嘅，因為呢兩個咧都屬於所謂澄清吏治、政治防腐嘅機構。因為香港個政府唔係選出嚟嘅，行政長官唔係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嘅，而呢個立法機關咧，亦都只係得一半係通過地區直選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嘅。咁所以政府呢個行政權咧，基本法即係俾佢一個所謂至高無上、絕對權威，好似你老人家立法會咁樣，係咪？行政霸道、行政主導，即係等於行政霸道。咁對呢個所謂行政霸道不受約制，或者個立法機關對佢個監察，即係嗰個力量非常之薄弱嘅情況底下咧，港英時代咧，英國佬就諗到啲即係所謂政治防腐、澄清吏治嘅機制，主要咧就係3個，一個咧就係申訴專員公署。一個就審計署，另外仲有一個咧就 ICAC 廉政專員公署。雖然近年呢個廉政專員公署即係俾一位專員敗壞咗啊，嗰個即係金漆招牌，幾乎就已經係爛晒咁滯㗎啦。而家要即係去補救，但係呢3種制度咧，基本上就係有一個所謂澄清吏治同埋政治防腐嘅功能，嚟彌補呢個立法權嗰個權力不彰，冇辦法去監督呢個行政霸道嘅政府嘅缺陷嘅，係咪？所以點解我哋喺呢一個即係總目裏邊咧，我哋冇提修正案，係嘛？我哋即係將呢個所謂呢個總目嘅款額納入呢個附表，我哋係冇反對嘅，係贊成嘅，係嘛？咁點解我哋冇提修正案同埋冇去提即係呢個修正案嚟削減個開支咧？咁就係我哋覺得不但止，譬如話例如有一啲部門，例如審計署，其實你仲應該即係增加啲開支，係嘛？申訴專員公署都係咪？我覺得申訴專員公署咧，佢做得唔夠好添啊，係咪？嗱，佢係有調查權嘅，佢對於政府部門嘅行政失當，佢係可以即係糾正佢嘅，係咪？所以你睇翻，佢係有監察政府嘅角色嘅，而佢要發揮呢種監察政府嘅角色，有時仲比我哋立法會可以做得更好，因為制度上佢有個調查權，係咪？即係對於一啲所謂官僚嘅習性，係咪？即係我覺得，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慢慢出現一啲陋習，係咪？申訴專員佢係應該當一種監察政府嘅角色，官僚習性啊，唔可以影響呢一個所謂行政公平，係嘛？
公營嘅機構向市民要提供更加便捷嘅服務。嗱，佢要監督佢嘅，係咪？有防止佢濫用職權，係咪？譬如好似最近大家喺網上睇到一個食環署個女士，即係嗰個即對一位即係已經差唔多80-90歲嘅老人家嗰種咁嘅侮辱法，佢喺度行使佢嘅職權，但係我哋認為佢係濫權嘅，係咪？嗱，呢啲咧其實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嘅，我就寫咗封信咧，就俾食環署先，喂，你唔該你去跟進下呢件事，係嘛？而家已經係輿論譁然㗎啦，幾乎係，你唔好睇嗰啲網上嘅一啲意見就以為呢個網民咪人啊，係咪？啲網上意見就變咗主流意見㗎，整下你睇留意下啦。好似最近自由黨嗰位年少氣盛嗰位僆仔所做嘅嘢喺琴日喺立法會就報紙就要登㗎啦。你冇網上喺度圍揼佢，跟住報紙就要登㗎啦。唔好當網民唔係人啊，網民都係市民嚟嘅，都係人嚟嘅，係咪？所以你而家點解好多政府部門都會有上網有網頁啊？係咪？就咁解啫嘛，好簡單係咪？所以申訴專員公署佢亦都要防止，下一次再講啦。